后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讲亲身去拜访到行政院的前院长苏贞昌，苏贞昌已经答应要来帮忙辅选。第一场的辅选就是这个礼拜日要帮小英派系立委参选人吴派益来助选。另外，这个赖品妤自从顶一回跋倒了后，即摆才阁出现伫镜头前，伊今仔日是来抢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甲基泰建设收政治现金。讲王宏维即回伫咧基泰的事件当中，只是一个跋声量的小场啊。跋倒了，难得伫镜头前露面，赖品妤甲4位太阳花世代立委参选人做伙，伊男朋友詹文学有坐较远，有人坐定赖品妤加正加讲。王宏威委员除了有收受基泰的政治现金以外，但是却没有看到该区的区域立委王委员积极的去处理啦。谁才是真的正直，能够接受大家检验的政治人物，而谁只是在博声量的政治小丑？5位参选人当中，吴派的更加好，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要重出江湖。台湾各节一致。苏贞昌甲赖清德不是咧做事，更加听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亲身到超越基金会去拜访苏贞昌，毛苏贞昌答应讲要甲辅选，感觉这是英所结名。就是说我过世的父亲，我过去曾经在苏贞昌当台北县长的时候，在他的团队里面服务过，所以我们过去有一个这样子的渊源，所以其实打从我第一次参选的时候，苏贞昌前院长就一直非常的关心我。未曾看到苏贞昌，先看到对手余美人甲赖清德共场。可能公众的场合，可能场所有限，时常都会有一些机会可以黏得很紧。我的了解，我们双方的立场应该是天差地远。同款是太阳花的世代，同款征战无同款的选区，5位立委参选人，嘛和民进党无同派系做伙合作，拍天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